你到奥运会那种状态根本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说，我觉得我必须顶。嗯，就是你在热身场其实打了一个黄色绷带的原因是对，我想，治疗过。黄色绷带是为了支持一下，让跟腱这样能够减少一点对这里的压力。嗯，然后就这样。没什么，一切都过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大家，也谢谢大家那么多一直关心我的人。然后嗯，我觉得今天的一切大家也都看清楚了。我觉得作为我来说，嗯，我是一个最真实的刘翔。嗯，我也经得起历史的见证和考验。对，所以说谢谢大家，谢谢每一个关心我的人。其实对于我们拍摄你的人来说，4年前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，然后4年之后好像是同样的场景，你是在治脚。你觉得后悔吗？这4年的付出？其实我从来不后悔。对，对我只要做了，我一直都不后悔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其实我都很享受过程的。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，就算我累啊、苦啊，我觉得我都很开心。开心就好了。对，很多东西，结果只是一个结果而已。对，真的可以说奥运会对我来说真的意义也很重。对，因为确实每个运动员把奥运会就当做一个考试吧。对，但是这4年来，08之后，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非常大。因为我也参加了很多比赛，也慢慢的也尝试了一个新的技术的改变。然后从13秒2几，然后一直跑到今年的12秒87。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无憾。我对自己很满意。现在我也很高兴。呃，真是这样的。只是我觉得，我其实呃心里来说，我还是挺对不起支持我的朋友们。对，挺对不起就是真的呃对不起大家。对，因为确实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了，所以说我才觉得啊、有点有点对不起大家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我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说呢？呃人嘛，一定要向前看嘛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将来还会很好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过去40天，刘翔一直对媒体保持了沉默。不过呢，他一直都和自己的父母保持着联系。刘翔喜欢叫自己的父亲“虫哥”。在8月8号，也就是刘翔受伤的第2天，他给父亲发了2条短信，短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虫哥，我起床了，昨天晚上和医生都碰头联系好了，很小的手术，不会影响我以后的生活，只会比原来更强。关键是术后康复和恢复，你们放心吧。还有呢，就是第2条短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2条写的是：爸爸妈妈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很珍惜，也很喜欢跨栏。我还会回来的，因为蓝海在那里，我就要跨过去。从受伤到做完手术啊，一向坚强懂事的刘翔，其实除了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康复训练外呢，他还一直在安慰身边的父母。我要笑一下啊！不是，都是不是的吧？你那笑啥？我搞着嘛。侬看到我样子老开心的嘛。都过去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康复和恢复。其实，我到上海之后，我就在房间里天天自己在练。然后做的腰腹背肌啊。然后做一点，只要是这里膝关节以下的地方不要去动它，然后其他地方都可以动。我觉得尽量的减少康复恢复，呃让康复恢复能够早点开始。不要到时候就一动就觉得很累啊，一动就觉得很累。对，我现在有时候也撑拐杖啊，从
1楼到5楼，5楼到1楼，然后这样去锻炼一下，正好锻炼上肢嘛，会撑得一身汗啊。反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在于自己一种想法、一种观念吧。然后没关系，人生当中，谁没有点小伤、小病啊、小痛啊？对，你面对它就行了，跨过它就行。我作为我来说，我现在没想这么远。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，一步一个脚印。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。怎么克服这个4年前又开始的拄拐杖？怎么说服自己呢？这没有什么克服的，对，克服不克服的。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自己逼自己的。就像这次，医生给我14个针嘛，然后在医院里，他说这个针要天天打的，然后，我就说自己可以给自己打针嘛，他说可以给自己打针，然后我就自己给自己打针，每天扎一针在肚子上，是帮助脚的那个针，然后就这样让血液不要凝固在那个脚这里。我记得我们在采访翔妈妈的时候，她说你小时候最怕打针了。很多东西都是自己逼自己的，然后适应了，过去了，也就过去了，也就可以做了，没什么。我觉得我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有一些担当的嘛，也不要让别人老是为我操心什么，老是为我担心，特别是父母，然后确实，我也想让父母为我再骄傲一次，对吧？然后不希望他们为我太操心，真的，包括这一次，我希望他们开开心心的。我本来就想老跟爸爸。当我小人我3岁了。手术后的恢复是艰苦的，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努力。而对于未来踏实的刘翔一再强调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恢复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现在最期待开始的是什么工作啊？比如说你这样的这么说了一步一个脚印嘛。我现在没想太多的，只想慢慢开始好好恢复。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很清楚，然后作为我来说，我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，不要有太多的想以后的事情怎么样，但我只要向前看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在我还是把重心放在康复恢复上，一步一个脚印嘛。然后真的，我前面也说了，我非常非常幸运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，然后很好的一个手术，还可以很好的康复恢复。真的谢谢每一个人，谢谢我团队的每一个人，谢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，谢谢为我开刀的医生，谢谢麻醉师，谢谢那些护士们，然后谢谢中国台代表团的每一个人，然后就是我还是很感谢大家，然后感谢大家。好的，体育晨报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开赛的伦敦残奥会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伦敦水上中心，8月30号，本届残奥会游泳比赛将会在这里拉开大幕。那么中国残奥代表团游泳